小时候，我父亲经常讲故事给我听，慢慢的，我开始以画画的形式记录下来，希望我画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。哪怕我要对得起我那3位粉丝。你可知道这辆车此时此刻承载着我的梦想？坐稳了，完美。我们呢要做一个面向儿童的作品。你喜欢什么题材的？谈恋爱的。自驾！这是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，因为它描述小当最喜欢的题材——爱、家庭。谢家，我看不下去了。暴力。就交给我吧！